宜兰市文化局伫市区有设3个装置艺术咯，也毋过民众反映讲，拢无维护，解说牌仔拢看袂清楚，暗时个乌麻麻，啥物拢看无。县文化局表示讲会来改善。伫咧宜兰市宜兴路甲中山路口的这个装置艺术品叫做戏剧面谱，表达宜兰市是戏剧之乡，象征文化兴盛。不过解说牌仔几多年无维护，拢看袂清楚。部分的民众也无清楚这个装置艺术品的意义。我们知道说它是代表什么意思？看不清，不知道哎。我也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义，所以可是我觉得，既然它原本存在，应该还是需要维护它。因为宜兰桥边这座装置艺术是舞蹈家的形象，地方认为是要纪念宜兰已经过身的著名的舞蹈家罗曼菲。不过暗时无电火，草啊发甲正悬，还有大型的广告牌啊挡掉火。现在车速过快。大家看到这雕像都不知道它是为何纪念谁，然后为什么设立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它有更好的安置位置。这款装置艺术已经采几多年啊，地方希望县府会让好好维护，但是所在无适合吧，就应该收回，或这款装置艺术新生命。如果说我们近期有需要，我们会找专家学者一起来检视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。县政府调查，像这种装置艺术品总共有3组，分别是戏剧面谱。错配演员，也有舞蹈家，其中错配演员也有舞蹈家，当初设置是为了做广告看板的架啊，而即嘛已经无广告啊，为了要让留落的架看起来较水，才会美化设计。县府讲，伫最近会请专家学者最近来检视这款装置艺术，也有广告架的设置地点，也有采方式，是不是有需要调整，结果来改善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